大家好，今日我要同你哋用粵語嚟分享一本中文繪本《拍花囉》。拍啊拍啊拍花囉啊，紅草地啊，綠馬車啊。你拍幾啊？我拍一啊，一隻蝸牛上樓梯啊。你拍幾啊？我拍二啊，二隻螞蟻抬着大花瓣啊。你拍幾啊？我拍三啊，三條鯉魚滾下山啊。你拍幾啊？我拍四啊，四方的招牌沒有字啊。你拍幾啊？我拍五啊，五隻大熊打花鼓啊。你拍幾啊？我拍六啊，六個老頭賣烤肉啊。你拍幾啊？我拍七啊，七隻野狼抱小雞啊。你拍幾啊？我拍八啊，八腳的章魚坐沙發啊。你拍幾啊？我拍九啊，九隻老虎喝老酒啊。你拍幾啊？我拍十啊，十隻青蛙跳進荷花池啊。撲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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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共10隻青蛙，錯了沒有？冇錯，再來玩。多謝大家。